去治疗三阴性人癌的患者，通常拢有做健保给付的化疗，也有手术，但是这副作用是真大。虽然免疫治疗效果较好，副作用也较低，不过是无健保给付的。若准备自费，就要开超过100万。民间团体是呼吁中央赶紧把这免疫治疗列入去健保给付，提升这寡癌症的治疗效果。 42岁的科小姐去年确诊三阴性鳞癌，科小姐自费100多万做免疫治疗，搭配化疗，生活品质加真好。自费同意书给我，单子上面写了13万。医生那时候说化疗8次，他还不敢告诉我说我还有术后的9次。免疫治疗也有用伫气栓癌，医生嘛讲死亡率上悬的气栓癌，若无基因突变，侪朋友拢因为经济负担伤过大，故不哩总选用健保化疗，放弃效果较好的免疫治疗。 没有肿瘤基因突变的这个肺腺癌，大概也占了全部的30%。那这个30%的病人，基本上他们都是要用传统的化学治疗。民间团体表示，传统化疗副作用真大，虽讲有免疫治疗通选，不过费用真悬。总统赖清德发出2030年降低1/3癌症死亡率的健康台湾目标。因认为，放任亲像免疫治疗这寡疗法，健保给付的标准是有必要的措施。我们一线通常会是用比较传统，那它可能相对是比较便宜的药品。那我们要一线治疗失败，二线再治疗失败，可能最后才能使用到最先进的治疗。在这么多的新药里头，那怎么样选择有效的、有价值的药？我们已经拟好了这个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草案写好了。 这个礼拜就会送到行政院。健保署表示，目前政府有咧参考英国、韩国这寡国家的做法，希望成立独立运作、行政法人的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未来这个中心若成立，就会使加速个款新药的审查。记者郭文柯明在台北报道。